万圣节大概是除了过年、端午、中秋以外，小朋友上爱节庆。郑家幼儿园赶伫咧万圣节进前，举办万圣节嘉年华游行活动，邀请家长甲小朋友做伙动头壳，发挥创意，变装来游行，为用纸箱仔制作车辆、超级马里奥、王子甲公主，甚至连明仔载开啦，拢会当看到，非常的趣味。一起参加孩子的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就很开心，很兴奋，对，然后很好玩。对，你们今天是装扮什么？我们是保利达跟爆米花，很开心啊，然后跟小朋友一起享受这个过程，他开心我也开心。为了让小朋友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去厝，郑家里也出动坐位志工，维护小朋友路上安全。郑家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再来舞蹈歌曲，让现场所有人拢感受到过节欢乐气氛。学校我们特别举办了万圣节的彩街游行，也邀请了很多的家长及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也谢谢正觉里的里长来这里协助我们，也安排了许多巡守队的队员来帮我们指挥交通，保护我们幼儿的安全。非常谢谢正觉里的里长。游行我们也参加了，我们的巡守队全部出动。为了保护这个幼儿的安全，他在路上走，我们的给他保护，还有到我们的活动中心，因为我们活动中心刚改建好很欢迎我们这小朋友到我们里内做一个小小的活动，我们祝他们万圣节快乐。议员陈怡晶也特别来到活动现场，甲大小朋友做伙欢喜过节日。幼儿园举办万圣节嘉年华游行，让家长、小朋友做伙展现创意，变装来踩街。不只是应景节庆，更是增加了亲子共聚的时光，相当有意义。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